哦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哋睇 Carrie 啊，終於咧都有機會咧介紹咧我身後邊呢一間嘅嘢食啊，因為我自己其實都好耐冇食噶啦。其實佢咧嘅熱狗咧係非常出名嘅喺香港。就是這一家了，它有2個門口，左邊呢就是去地夫餐廳，右邊呢就是外賣部。今天我就是要推薦這個人氣熱狗。你們看看外賣部也有一個專門擅做熱狗的一個角落，你們就知道這個人氣的熱狗是多受歡迎的吧。2002年熱賣到現在，幾廿年歷史嘅嗰啲。就係呢個熱狗啦，呢個醬咧係非常出色嘅。就我自己本身咧係好好食醬嘅人嚟，我係嗰啲魚柳蝦都會走醬，熱狗都係走醬嘅人嚟嘅。咁但係呢一個熱狗咧係我應該係我唯一一個咧係會食醬噶，係啊，咁就真係非常之出色嘅佢個醬，所以點解一定要嚟試？其實已經喺香港呢個中環地方已經係即係其實都係你熟悉噶啦，所以咁大家經過都一定要試啦。其實以前我都係呢度附近度翻工啦，咁嗰陣時有時咧即係翻工翻到即係 lunch 與時間食啊，午餐都食唔到咧。其實好多時我都考過，但我已經好耐冇食過啦。所以今次試到嚟，即係專登一定要食翻佢，送埋會同大家介紹翻。記住呢一刻，大家有機會記住嚟試啦。記住喺中環地鐵站 C 出口轉左，搵翻超龍街。佢哋淨係收現金嘅咋，真的非常好吃的。其實唔止個醬㗎，佢個包咧係即場幫你烘，非常之鬆軟。佢個香腸嘅質感咧都係非常之好食㗎。睇完記住點讚、收藏、關注我，繼續同我一齊發掘更多好玩、好吃、好去處啦！下次分享再見，拜拜。